正在準備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民間綠皮書嘅 H15關注組成員葉美容小姐，正在期待你嘅意見。咁我知道有街坊因為安置嘅問題就請教過社工隊嘅意見，但係社工隊都好似唔係點理佢哋咁樣咯。結果要搞一輪勞師動眾咁樣，社工隊先有少少反應。即係其實社工隊點解會咁樣嘅呢？嗱，你一定要知道，重建社工隊呢係市區重建局請嘅。你哋大家諗下，佢會唔會唔幫個老闆呢？你已經唔止係第一個嚟向我表達啲意見啦。其實你哋呢個意見呢係好嘅，我哋會將佢寫喺我哋 H15關注組裏邊嘅民間綠皮書裏邊。其實大家一齊諗下，係唔係重建社工隊應該獨立運作較為好啲呢？請快啲嚟參加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民間綠皮書公共諮詢啦！查詢電話62133168，網址 ursrevieu.blogspot.com。